相信钓嘅时间都唔是用到一支铁档嘅毛啊。神口来考好之间，到底有冇嘅关系呢？如果发生某嘅事情，事情很救命很到安泰上啊！同好有同快乐嘅跳蚤嘅游戏地度，好动物嘅成绩嘅考好原理咧。研究下看下去，扮演神口人唔啲嘅媲美，就會同根本而家遊客嘅教個好共無了。有咩答唔講咯？哦，簡單啦，安尼叫我同講。你冇呀？我當款咯。笨啊，挨落挨落。啊，你猜，你按簡單嘅東西。你會嗎？會怎麼來吹呀？對，會啦。哎，笨蛋笨蛋，我來。哈哈，你也不會買。咱們唔愛咩？你把我知道了嘛？哎，你要中間呢？點會對捱嘅東西呢？冇講係聲啊！係聲，唔就點哦？我們研究看看好了啦。啊，哪裡天數？現在知道他們打不開了。啊，某一天哦。對的嗎？對的嗎？讓我來。老師，這個交給我，簡單，只要1秒鐘就可以搞定。跟我來。按你眼就來計時哦，計時開始。來，事情，你的珠寶盒交給你。打開呢？這跟筍節有關，是今天的主題哦。筍節？哦，矮啲咧，矮啲咧，你唔可以講係神教中啊？對，神教。哎，同學，你就第一神教係乜嘢嘛？不知道。對啊。啊，你 Angelo 看 VCR。台中央嘅時沙鄉係解有時嘅行人移民發展嘅所在。同時沙，當年都會激動重要嘅大事情。介就係九州馬一婆嘅出事發通哦。最特別嘅係啊，九州媽祖婆一直都係一個有時無廟嘅媽祖婆。百年來，點點嘅舒服媽祖婆嘅，就係也當百年神轎哦。這個燈彩轎吼，特色就是講，這本身冇螺絲。規檔神轎冇用鐵檔嘅，咪冇用岩膠。各位百年啊，也保存到當好哦。意思嘅啊，就係佢靠空吊順嘅技術咯。原來係樣嘅做到嘅呢，會就會看到哦。我先講啊，係先來。第一步，先攞神轎嘅四檔面吊起來，吊嘅時節啦，四面會向下吊哦，當面嘅順將破位到，再過來咧，攞轎檔對準捲起來，再過攞頂呢，就定嘅順毛嘅尾嘅攞佢下落去，再過攞兩支棍呢，同轎繩攞佢穿過去。兩支棍嘅當方呢，你中央有順毛嘅殺機哦。前面再講用熟嘅攞佢固定好來，百年嘅神轎就係用吊好了。到九州媽祖婆嘅由來，人做的第一個用時嘅行人來行沙開天嘅時節啦，以示對媽祖婆嘅幸福，團結大家嘅力量。百年神轎嘅殺機，還那係表現出老祖公本人懂道福嘅考試哦。按台嘅神教，不是用任何的釘子就做得做神。這是我們祖先數千年來的智慧的結晶哦。按你有同我哋木卡嘅東西，乜解東西？咩係按你做咧？積木。積木。不是漫畫。不是漫畫，係咩啊？軌道火車。猜錯。你太個真經動腔，根本愛講嘅係筍節的學問哦。然後你就看看做檔嘅東西，你就第一係做乜嘅嘛？我知道，我們要組合變形金剛。變形金剛。我們來介紹各位筍跟卯的用法。筍係乜嘅？
因为低嘛。哦，这是笋，那个卯呢？卯是什么？这个是卯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大家很聪明啊。罗老师，这边有1个、2个、3个、4种笋卯，那它们有不一样的用途吗？有，其实呢，这是比较基本的4种。比如说这一种，你可以看到是透过去的，所以它叫做什么？动向的师傅啊，从头头丢下去个关键个尾的，热出无落去，又无跳过去个毛，披在毛嘅毛粉做凸出来个笋，丢向下过后，就会变做表面看唔出个甜笋。做脚也到尾的呢，就改用热跳个毛，老笋夹向下，做强度限那个个跳笋。雕两种毛用材质，也系两地人天嘅事情啦。还做到用枪针毛做减笋，雕正面也系梳头铁板嘅事情啦。还有一种做到老两地表嘅夹起来嘅凉风笋做得用哦。老人家看蔬菜来用毛用嘅笋夹方式，做出动作精美嘅假期哦。这里有6块保利龙，有看到？下面1块大块的，那些你就要动脑喽，利用4种笋尖的方式来做出你们的饺子。老师，那我们要用这4个笋用吗？不一定都用到，用1个也可以，用2个，用3个也可以，甚至于你有办法的话，自己发明新的。前面有4种笋尖，有没有看到？有。哎，待会可以参考哦。你就开始来做喽。好。同学家下都有好多，那叫我用哪一种书夹方式？一下就来念书成功了，家家来看那先生提供嘅母诶，用笋夹，一起家杀结出老年毛腔嘅口味哦。同学们打算用什么样的笋？选做甜笋，甜笋啊，甜笋为什么？比较好做啊。应该做那个泡笋。如果我们天气好一点，我们可以用煎笋做哦，不错。煎笋。最某一个方法係先做甜笋，係講失敗咧，就留佢熱空來變做跳笋。不過同學啊，你哋會詳細看下嘛？甜笋同跳笋嘅衝突是冇共用嘅哦。做嘅時節啊，聽眾會注意到笋同毛嘅衝突會配合來哦，是冇做到2隻放唔到呢。接下來就來談一下西拉嘅方法係乜嘅哦。我們旁邊的2邊呢，就用尖笋，到時候把它用成一半，中間會有個縫隙。然後屋頂呢，就像巧拼一樣，旁邊有鋸齒狀，我們的透笋放進去，然後接上底，那就完成了。西拉係像動搖鬼巴嘅樣嘅哦，不過羅先生將有一隻細建議要提供嘅。你不一定要做那么多片，这个间隔把它变大一点，也许这个只有1个缺口，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好一点。西拉嘅做老細妹做到幾天做法表，一下就夾夾來開始同書做困難哦，這件東西會點會做到樣嘅呢？大家還要照着畫。哎，可是我们可以这个先做，对，这个先做好了，边画，然后挖洞，然后到後來才那個上面還有一層啊，要蓋上去。同學當日呢啲嘅討論，唔過時間啊，若看原來仲談唔少嘅用嘅啊，嚟看哦，既然你冇辦法天數做，繼續做一下安全小天使，老同學聽注意一下，用多一個安全哦。这个歪来歪去，所以你一定要这里要先把这个线画出来。那一画好之后呢？就是这样，先把它连過來。哎，对，把它连过来，这根线也要都对齐。我先示范一下给你看看哈。好。有没有声音？没有，切的有没有声音？害我很紧張。这有声音会害得人家牙齿掉光呀。你看，切出来，你看，绝对是平的，而且这个一模一样。对。老師技巧真好。哇！老羅先生得數，很強哦！也同學都學到羅先生嘅寫技巧咧，開始講寫了。不過又係有人進入動漫嘅用嘅呀！哎呦，同學，做咩老師竟然用跳難啦？怎麼了？為什麼都不跟？我怕那個聲音啊，那個聲音。等我一下。對，快點，塞耳朵。塞耳朵。好，謝謝。你睇唔到呢？看不懂。好用的。老師，我有一個問題耶，就是當我們在做甜筍的時候，是不是
要挖出来吗？对，可是那我们该怎么要用什么技巧把它挖出来？好，那切口呢，我要切多深，你要事先要量好，说我这个刀子有多刀子里哈。好。然后呢，这样子斜切，这样子就挖出来。哦！再给罗老师一次拍拍手哦！这个喊力片的技巧哦，因为罗先生的秘密武器，还有家头先的模来参考。来看哦，同学听说做得做出动真的巧的哦！啊，真的得唔得做的啊！装饰品啊！西拉一组经过3忙大兵，巧的甲触配已经做好了。哇，你们的轿子行出来嘞！这个是什么？装饰品。装饰品哦，还装饰哎！哇，西拉一组真经充满设计师的天分呢，还用动多心思来为巧的做看讲的东西，真经不看都满是看过哎。哟，怎么了？不小心做错了，就是少一个。哎呦，什么会做惨的啦？虽然顺团体咧，也会3忙大兵，不过同学啊，成功的标本嘅菜来做事，对身体才会较好哦。司机呐，什么会做到暗惨呢？你要还得顺风搞啦，也系个地图有乜个秘密咧？哇，我们2组同学的轿子都做好了，我们先来看女生的轿子。这是什么？我们用了尖笋、甜笋、透笋。哦，那你们用了3种笋，对不对？什么会做个口味嘅质验，系用透笋老大下接起来，饼嘅老饼嘅之间用甜笋，甜盘系用烤平。不过看司机亲来亲去，有冇看到咸笋哦？尖笋在哪里？尖笋是要2片并的，你们这没有2片并，所以不是尖笋。所以老师他们只有用到2个透笋跟甜笋，还有巧皮，还有巧皮3种。哇，好有造型哦！酒，这是酒。对。然后这个是，没想到男生的作品可以这么精细耶。底部这边是透水，所以后面是透过来的喽。对。哦，真的透过来的。好，透水。还有呢？我们这边用了，就是可以直接打开，就是直接把填充物塞进去。其实这有个盖子。所以这里可以爬起来。好。再来我们窗帘的部分呢？窗帘。西拉的做嘅口味竟然有窗帘的，地位都会有很人效。西拉的做除了充分利用笋胶嘅技巧来做口味之外，要发挥创意，本口味都无共样嘅新造型哦。一路谈看那罗先生嘅讲法很用的哦。色彩可以装饰它的外表。色彩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彩绘我们的轿子，好不好？好。彩绘。虽然人讲做人总得看表面，不过要当口味，也彩笔可要较强啦。同学啊，积极发挥了画图嘅才情，创造出最强嘅口味哦。好，在等轿子干的同时，我们可以玩别的刺激游戏哦。你们看到桌上准备了这么多东西，谁知道是什么东西？鲁班锁吗？哦，不错。好，老师，那我们要怎么玩鲁班锁呢？这个我现在拆下来，看哪一个同学有办法把它装回去。老师，这种鲁班锁啊，是不是更进阶版的那种榫接？对，他要花一点脑筋，还要知道它的空间、它的转换的方向，才能够把它解出来，才能够把它装回去。同学，怎么样？不行。还有没有其他同学会的？有没有同学有自信？矮中的，有没有？我要试试看。好，可不可以？不行，换你。你刚刚说你有自信。
明明看起来很简单，不过用要丢米来呢？挺难的啦。思锦不出招，你们不知道思锦多厉害，开玩笑。哦，原来思锦家出的头家练习表，难怪俺输了。看到没？谁最聪明？思锦最聪明。哼哼，罗先生会出难题了，也可以鲁班所想当简单，不过丢着你呀，什么按过思锦拿，丢好些，所以用丢的头脑哦。谁能够把它组合回去？有一个小奖品，很漂亮的哦。迷你鲁班锁。好看谁的挑战？哇，加油！有没有同学会的？帮忙想办法，好不好？同學要加油哦！家下簡單嘅本事件解開來咧，呀哈！唔掉水3萬達標，然後最聰明嘅名聲人都進來哦。哦，事件有啲效果頭頭練習唄，呀拜唔啲事件還要按聰明麼？老師，好難哦！来，让我组一下，让你们看一看。思锦，你要不要来看一看啊？老师真的很难哎。这样子啊，来看看我组合，注意看哦。羅先生表演時間到了，看羅先生掉到眼鏡，同學冇條顯現，先生咩用有時間去研究嘅呢？魯班鎖唔單將一種很高難度嘅算架，咪就得用來訓練應該邏輯思考，還有空間概念哦。同學，剛才好像只有我一個人把魯班鎖解開來又組回去，對不對？對。啊，所以這個迷你魯班鎖就是我的啦。好開心哦！好啦，你也不要太氣餒，來，我們這邊還有一個鎖嘛，對不對？來，我們一起再來把它組回去，好吧？我自己去。喲，奇怪哦，下課咧同學去哪呢？哦，同學都給搞跳繩呢，我沒搞。矮就會老鼠屎，怎麼樣？好啦，都不來搞一拜嘛，好嗎？成功，好，繼續，好，謝謝。好難哦！好好的，走。司機介紹嚟啦，也係介紹嚟談看那羅先生兩位講哦。这个跳繩跟抬轿子有關係哦。老師，會不會扯太遠？對啊。你們看看抬轿子是不是震動？對啊。這種震動就是一種坡的現象。哦。你要坐轿子，希望坐舒服一點，還是坐得比較難過一點？當然舒服一點。跳繩嘅老公跳一個震動有乜嘅關係呢？像羅先生嚟示範嗎？好奇怪嘅波，用咩安尼呢？同學係咪動好奇，也奇奇怪怪嘅波，到底係乜嘅呢？同學們，大家過來。你們知道不知道剛才那是什麼坡嗎？什麼坡？坡道，坡。是兩個互相配合、完全一樣的坡交匯在一起所形成的，叫做駐坡。唔曉啲駐坡喺埋喺度。唔知啊，這個哦。想要啲駐坡係乜嘅冇啊？同一條索嘅也係管嘅當方，係講有兩粒波相互影響，韓國也用粒波嘅方向顛倒向。如果政府、波長、平地共用，就會形成駐坡。駐坡嘅波形看起來唔會傾斜。將會同原來嘅素材整通，政府最大嘅利益就喊做波幅，了
向隔壁个高坡个中央点，就喊做节点。节点一直无停顿，故说沿点东西都等好，你看唔会停顿哦。同学，我们来玩新游戏喽！老师，我们要玩什么游戏？我知道。来，1、2、3，来。我们不是要玩这个。唔晓教做歌舞，教嘛个喏。老林拢会偷偷水管当好，再个竟摇水管，呀，迄主播游戏哈，来看呐，呀，一将游下个团水来示范下好的啦。玉米种花上！哇，玉米哥哥、造花哥哥，快教我们怎么摇。等一下，可能要调一下啊。哦，原来係用叮啷嚟傳出家下通巴地都講嘅節點啦。感謝遊客家團出嘅精彩示範，呀哈，本同學來試看下了。啊！找到了沒？還沒。Thank you 啊！可以來寫來將媽媽嘅話嘢，加來問誰妹試看下好咧。看到了。誰妹最健康妹哦，叮啷嘅停電咗點點唔會響咧。不過大家還記得自家嘅跳嘅冇啊？有下跳嘅早咧，就等大家來講跳嘅了。老師，你看，同學們做的轎子都已經上好顏色，也放在轎子桿上了。好美哦！那我們也知道，跳繩有個波用什麼？助波。好，我們現在就要運用助波，還有節點，對不對？對。我們看哪一組的同學扛着轎子最穩，好不好？好。按嘞，演就口是抬轎龍。啊，同學今日辛苦了呐。不過啊，講跳嘅時間雖然當歡喜，也係要記得基本要學識嘅助波還有節點哦。冇辦法，跳喺度快鐵咯。遊客家教學，黐腳龍。